到了道地的南非料理，怎么能够和客家食材搭出美妙好滋味呢？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就要带您来尝尝。其实呢，要来到的地点是在桃园新屋乡的这一家南非餐馆，负责掌厨的是客家老板李永如。他从小呢就在南非长大，回到台湾之后呢，就在人情味非常浓厚的客家庄里开设了这一间南非菜馆。那么呢，从老爸手中接下这经营的棒子，把南非料理结合了客家庄的顶级食材，到最后是大受欢迎。木造小屋在桃园新屋乡的客家庄里很显眼，不过他们卖的不是客家菜，而是南非美食。草原动物图、非洲手工艺品，这间湖边小屋从里到外，通通充满了南非风情。而香气四溢的南非料理更是道地。从小在南非长大的客家老板李永如，从老爸手中接棒，把南非美食小屋经营得有声有色。这是南非空运进来的牛肉还有香料，它肉质粗，但是肉味非常够。选在客家乡间开业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在南非佳肴里也能吃得到客家人的热情。Blue Wash， 南非的农夫香肠。无论是香料、酱汁，还是海鲜、鱼货，通通都是从南非进口。老板亲自飞到南非选食材，延续老爸的老招牌。鲜嫩多汁、口感独特的深海白宝石是南非的深海鳕鱼，也是从南非空运来台的新鲜货。南非的这个white salmon这个鱼种哈，南非特有的，特别适合炸。说着南非故事，细心招揽客人，让来访的游客吃着南非美味，也能感受客家人情味。因为客家食材也是李永如南非料理的主角。像是这道南非沙拉，不论是水果还是蔬菜，都是新屋乡出品，利用鲜度配上南非果醋，又鲜又甜，搭出美妙好滋味。而大部分的招牌菜也都选用客家顶级食材，即便是水蜜桃这些，我都觉得很优秀。所以在炖肉方面呢，我也把水果入菜，然后呢，水果方面啊，还有蔬果啊，也会入到我的沙拉。南非是民族大熔炉，当地菜肴也像八国联军。现在配上了客家食材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当南非遇到客家，另类料理在淳朴客家庄不断飘香。非洲草原的野性，在客家庄里用阵阵美食香热情召唤。客家食材搭配南非海味，李永如用心撮合，端上桌的刹那，便是感动时刻。